六祖慧能大师圣迹巡礼启示版，这是关道道亲台南道亲做的。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七，无事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头前是新秀大师的诗节，后面是六祖慧能大师的诗节。千古相唱，左印用讲六祖慧能大师圣迹巡礼。西元638年，约距今1300多年前，中国出世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圣哲六祖慧能大师。大师是一位毋捌字，却是悟性非常悬的一个大名师。伊会当摒除一切文字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互大地众生确入了人人拢有佛性，个个拢会当当下成佛的信念。这个新法门、新境界，为中国思想界带入了一个新的路程，也震撼了整个世界的思潮。伊所自卑开示的言论，经过弟子的编辑成一部旷世大杰作，号做《六祖法宝坛经》。咱若真正有够荣幸的，会当共住一堂来参演这部无上的心法要典。每一届的参演，拢互咱悠然而生出了莫名的感动甲赫然的发喜啊！从而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期盼心，想要去亲近这位圣德做行过的脚迹。有是伫个因缘成熟下，组成了六祖慧能大师圣迹巡礼团。咱参访的路线是按照大经内底六祖慧能大师的出世、求法、闻法、开示众生所经过的路线图。伊的主题顺序分如下：六祖的故乡龙山国印寺，黄梅东山法门，东禅古寺五祖寺，接成伊半后的稳顿路线。九江垭口梅关古驛道，大武岭第一把厝，四会六祖寺。弘法公案，广州法性寺，现在改名叫做光孝寺。泽溪宝林道场，南华禅师，撇兰石藏尼庵。弘法大讲堂，萧州大梵寺，现在改称作大监寺。这个地图。六祖的故乡龙山国印寺，这次圣迹巡礼之旅的第一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乡国印寺。上天也许因为咱也真诚来访，感动到流下了目屎，咧落雨。国印寺的地客师就为咱鸣起一串长长的礼炮放炮表示真挚的欢迎之意炮声响彻，
焚烧，坟墓直冲天际。顾因是伫个广东省新兴县，距今差不多有1000多万年的历史啊。当时也是由唐朝的中宗下令建设。顾因寺分别是金光殿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加六祖殿。这三大主体伫一个中线上一殿比一殿搁较悬赞处分明。两边所增建的一切殿堂拢袂使过超过这3座的主殿。供奉伫六祖殿上的是六祖慧能大师的著作《六祖坛经》。规部坛经用足工整的字体字书写的，标配的成空并列伫整座壁上，蔚为奇观足壮观的，互人感受到智慧的光芒照耀着众生。踮伫六祖殿的左手边的是新建成的六祖纪念堂，堂内正中有供奉悬差不多2公尺的白玉石雕刻的六祖大师坐像，壁上4面总共有12幅的油画，内容包括六祖降世、金台、文经、白母合佛、法性剃度等。踮伫六祖纪念堂后正面的建筑物，就是高尚分段的足悬的报恩塔，报四重因而为塔命名。当咱一步一步行推去，安尼到塔顶安尼四处甲看，会当看到顾因寺附近的环境，对各殿的厝顶到村落的景观，拢会当一览无遗啊。荷兰园相传是西元712年慧能大师亲手所种的赖枝树至今赖枝树悬数重高大如棚每年热天结实累累被尊为岭南第一圣树。益新池是慧能大师晚年回乡时所找到一个静心的所在这是由石棚中流出的天然泉水积而成池的，历千年而不竭。读释传传说六祖慧能大师伫圆寂前1年回返故乡甘蔗报恩塔的时阵村内发生旱灾，大师就以手刻迄个石钟找地日进地下竟然涌出了泉水甘甜无比，解决了村民缺水的问题。村民为了要感谢此因而建碑纪念。顾因寺的正手面有六祖慧能大师爸母的墓园。大师的老爸罗永涛原本住伫河北繁阳，做过唐朝的官吏，后来互人贬官到广东的新兴县，从此变成普通的老百姓。因缘和合下交当地一个叫做李好碧的姑娘结婚传说李是怀孕6冬才生下了大师。咱所有的团员拢伫这个墓头前恭敬礼拜，感谢因会当生养出一个圣德，启发众生自性圆寂的智慧，发明的智慧过别了顾因寺，咱搁来亲访坐落附近为慧能大师出世的所在，集成镇的下路村东太宗贞观12年，西元638年，
惠灵大师伫遮出世。传说啊，当大师出世无偌久啊，就有2位啊，毋知来自何方的和尚，主动为大师号名叫做惠灵，意思就是暗示大师伫迄日后将阿담如来家业以法惠施众生啊，而且能圆满佛的一大事因缘。命名完了后啊，2位和尚就消失无踪咯。惠灵3岁的时阵，老爸就病逝咯。古儿关庙啊，为了维持生活，惠灵只好加跟随了按阿舅啊，每日到山顶去测茶，卖一点仔钱啊来补贴厝用。如今嘛，惠灵大师的故居已经互村民修建成一个临时的六祖纪念寺，供民众甲游客参拜之用。接落来咱驱车前往积成镇的巨龙村，这是六祖大师生母李化碧的娘的后头厝。据国因是约5公里，此地有一个称作白母石的古迹。相传惠灵大师24岁迄当有一日当伊送茶到一间客栈的时阵听到有人咧上托金刚经。当听到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内心竟然生起了无限的欢喜所以决心要去千里访名师又蒙受了迄位上金刚经的居士安道成赞助伊安家费。更加足了信心，不料要去阿舅施行的时阵咱阿舅无答应大声甲骂你这个不孝子竟然敢去庙不顾除非厝头前即块大石头当做过若无伊找免讲惠灵规地磕头讲也奇怪大好日忽然霹雳雷声霹雳，雷电风雨瞬息交加，一声大声音大石忽然断开。因阿舅看了这情形一时惊到位，无话讲，既然是天意只好答应。这个石破天惊的当下，注定了无囝的别离所以后人称这个石头叫做白母石。六祖卖茶文经处，单经内底所记载，六祖大师伫咧新兴市区卖茶得闻金刚经的迄座客栈，当上宋以后互改建做金大寺，历代拢有咧修建。后来迄个所在互人规划做病院的专用地煞怎互拆除后来将改建成现在新兴县的人民医院。世事多变迁人生无常的事例在此又添增一桩东禅古寺五祖寺，黄梅的东山法门，东禅古寺五祖寺。由广东新兴县去到北平湖北黄梅县，差不多1200多公里当年惠灵大师伫咧善师安道成热心的帮助下先甲老母过时，由新广东新兴县出发，直往黄梅县前进。一个月了后惠灵来到了东禅寺拜见五祖弘忍大师当咱到迄个离黄梅市区差不多1公里的东禅古寺的时阵不禁赫然一惊，原本是衣钵传承的重地煞互迄战火浩劫所波及早已经被夷成平地而且遗址已经互人建起了主体区咯。
唯有留下东禅一路的路牌啊，加纪念五祖生母酒时所建的娘娘庙啊，互人凭吊。东禅古寺，迄4字东禅古寺，迄石碑已经生古，生青苔生较乌。禅宗第5大祖啊，俗姓叫做姓周啊，法名弘忍。13岁时阵啊，拜见四祖道信，30外年啊，视死如父啊。后来接成道妹啊，是号大满禅师啊。五祖一生弘法的道场，除了东禅古寺以外，另外一处是伫咧黄梅东北方的15公里，名无传上的五祖寺。当年五祖弘忍见到初来学佛的慧能时，考验的问伊道：“你是何方人啊？为求得啥物来的？”慧能意志坚决啊，佮直接有力啊，回答：“地主乃是岭南新兴县的小百姓，不远千里啊，跋涉山水啊，前来礼拜师父啊，只求一个大目的啊，就是要爱修成佛，其他别无所求啊。”弘忍再问啊：“你既然是岭南化外凡村未开化的人，你才会堪去学做成佛的？”慧能理直气壮、正气浩然的回答讲：“人固然有南北之分，但是佛性啊，岂有南北的分别吗？”讲到五祖弘忍定定咧担头暗暗道好啊，迄个脚镣啊，真正是足来劲的啊，智慧高超啊。随之吩咐伊伫咧灶房内灶骹做判查精密的工课。就安尼一连续做了8个月。有一日啊，弘忍大师就召集了全寺的僧众，吩咐因佮照各人的悟道的境界讲作一首结语来。这时啊，东禅寺中有一位教授师做身受上座，利用夜深人静的时阵偷偷将一首结写伫咧佛堂前的墙壁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七，无事惹尘埃。这首诗结的大意是讲，咱人的身体本来是像一丛的菩提树，遐充满着魄力的生意。咱的心灵原本就是明镜台同款的洁净无一处。但是咱也必须要时时修持洗练，然后咱的身心遭受了内外界一切俗尘杂念的感染。第二日的一透早五祖弘忍大师看到了这首结语感觉虽然袂歹毋过表现的境界也只伫咧修行途中呢，所以就命令众弟子以此结修免对恶道以此结修得大利益。虽然新受的这首结语并无得到五祖的心传毋过伊已经轰动了全市，无偌久就传到迄精米房的慧能的耳仔内底慧能听到这首结语感觉像身受师兄的悟境虽好毋过也未达到高超的境界。可惜家己毋捌字只好请一位来师参拜的中日永大德来替伊代写一首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诗结的大意是讲人本身具有
佛性啊，真如主人讲，伊是至纯至净啊，灵明不昧，外本是无法度遮遮的。伊的光犹如太阳啊，虽然太阳光有时会去互乌云遮的，毋过并非太阳即个真如自性啊，真正去互乌云所沾染嘛。事实上啊，是咱的肉眼去互乌云所遮，才见袂着太阳啊。因为一切染尘污秽啊，拢无法度惹太阳本身啊。就如同人的灵明本性啊，是无法度惹尘埃一样啊。这首结语啊，一个打出了啊，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围揽过来，叫人喧哗的声音啊，震惊动了禅寺内底五祖弘忍大师啊。五祖一个看，心想果然是真正至诚的结语啊，心中不觉欢喜不自胜啊，看煞担心招来这贤道在，所以故意摕去下将迄首结语切掉讲这首结莫非胡言乱语要以何用啊？第二日五祖偷偷到无风斗室，看见着慧能正伫咧精米就问讲米真好买？慧能灭气甲讲好是好敢若欠一个胎啦。有时五祖伊所举的中敲迄个石无三下，然后就离去啊。慧能足聪明的阴暗时三更的时阵，就入去方丈室内拜见五祖。五祖就马上传授正法，交付衣钵。狄克书引领咱去参观当年慧能大师的精美的所在，亲身示范古早人安怎派着这个对药酒来精美看到迄狄克书的示范敢亲像讲慧能大师现身安尼，伊为法忘躯的精神互人感服不已佩服不已。得成衣钵后的慧能大师经过五祖的指导顺利来到了乌北京江西交界通口迄就是伫咧长江岸上的九江垭口。迄个时阵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五祖先吩咐慧能上船准备亲自为慧能摇船慧能赶紧向前阻止，讲应该由我家己来渡五祖就讲师渡是当然的道理应该由我来摇桨六祖回答讲袂是师渡误了自渡，妄使传法，即摆已经得误应该爱自行自渡。五祖就讲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你大行迄地图介绍，即马应该是中迄个梅关古玉道有领，接成伊半后的稳顿路线向南来到九江垭口内，就是梅关古玉道大武岭第一半处四会六祖寺。如今九江垭口已经有中港大桥可翻越，毋免搁再渡港游桨了。不过咱也敢是好奇去到迄个已经互人改名叫做九江汽车总站的迄个原垭口处去开一段的思古游径。伫五祖的吩咐下慧能祖师得法后就积极往迄南稳顿不时千里的步行行路当年所行的，就是这段叫做梅关古玉道。咱特别选择一段步行大车，就是讲用行路的这个路顶，身临其境体验一番。这是一段古代道路的保留区会当互现代人去体验古早人行旅的情景
沿途会当感受到乡间古道的颠簸。即段路拄啊好伫咧江西甲广东的省界，会当通过群山叠起的五岭，峰峦秀丽。伫咧途中当然设落驛站可以当互人休息甲食食带之用啊。毋过夜都是行路如今沿途会当看到河马食水的迄个石槽六祖慧能大师当年伊是伫咧拢咧步行行路用甲伊经济状况无好，就是无钱嘛餐风露宿，就是讲住外口的恐是不难想象的艰难咱行了2点外钟已经是汗流浃背速度休息何况当年慧能大师是行30外日的，1个月呢有够辛苦的。江西甲广东省是以大年岭为界迄通路的关卡是梅岭的南岳乡关古老的城桥过了关卡就是单经内底所记载大理岭六祖第一百处当年慧能大师日夜赶程行到大理岭的时阵有一位一位叫做陈慧明的和尚对着慧能大师去对到这个所在有个喙焦个忝真正有天转我的之塔感叹用德进地竟然勇泉甘泉甲伊的脚但是兄已经追究只好将迄衣钵放伫泉水边的石头上人就美入去草丛内底静观其变陈慧明赶到看到衣钵拄出现伫个眼前真是踏破地铁的无觅处直来全不费功夫双手就想要将衣钵甲摕倒转去当花伞摕袂振动冷汗直流心念一个转讲大法行者，我为法来，无为伊来慧能随后就为伊说法陈慧明听了当下开悟，后人就伫即个放衣钵的石的即个所在起六祖塔，因为年代久远即摆已经毁坏后来曾经互人改建做一座较简陋的六祖殿格局宛如三百。即摆由日本的僧团出资重建成一栋规模还阁清点六祖寺加一座衣钵亭衣钵亭边就是当年的涌泉厝来到广东市会慧能想起着五祖所吩咐的方怀积子、御花积宗，便开始稳装伫咧拿人队内底。伊虽然甲拿人生活伫咧做伙毋过伊无食草无杀生，时常猛开一面放走野兽时常惊拿人随意说法。伫即种的环境下既然稳装了15年之久这真是一段漫长的而艰辛的岁月六祖殿，六祖慧能大师的金身像。即摆看地图是要到南方广州发生事。同款公案，广州发生事，今改名叫做光孝寺。接来，咱来到了广州市区的光孝寺，这便是当年慧能大师稳顿15年后离开了拿人队所来到的发生寺。后代宋代到
改为公孝寺。根据记载当时发生时的主持印宗法师伫遐说坛讲解《涅槃经》，正当大家坐好要等待印宗法师上坛的时候突然一阵风甲讲堂外面的迄幅的中幡吹甲飘来飘去一个和尚看到就讲外面有风咧吹动另外一个和尚就反驳讲啥人讲是风咧吹动明明是帆咧飘动另外一个接着讲恁看到动的本是帆又毋是风哪会使硬讲是风呢？即个时阵伫边仔的即个慧能就忍不住讲大声对两位和尚讲恁两人请听我讲，既毋是风动，也毋是帆动，是恁家己的心咧动。慧能即番话非但讲对两位和尚哑口无言而且说伫全场的听众拢惊讶不已即个时阵正伫咧讲授《涅槃经》的主持印宗法师，知影伊非同凡响，就请伊出示所传来衣钵，并且甲请问伊《涅槃经》上的奥义。看到六祖拢会当言简理当不留文字的回答就咧赞叹阿乐讲，莫教我讲经像迄下批仁者理论语就亲像真金所以就为伊剃度而且愿事为师即个时阵伊已经是39岁了，也正应验了南北朝的时阵就印度的僧人的预言日后将有一个肉身菩萨会而且咧介段受具足戒的一段庆言就是预言即马伫咧大师就发处建塔纪念，而且将全部3000烦恼丝的头毛戴伫咧即个塔下，名一发塔。即个塔旁所种的菩提树是鸟母地天监元年西元502年，一位印度的第一三宗真谛法师对咧印度所带来的菩提树种至今已经经过1500年高入分段非常的悬而且枝叶从茂盛，充满了霹雳的声意活力十足真是不可多得的圣境当时的高僧印宗法师时常伫即个所在为众生开示《涅槃经》，后人特别建一个讲经的兰若净寺净房以示怀念。这地图过来要讲南华禅师遐人少壮年庵。早起道场南华禅师遐人少壮年庵。一站要抵达的是这南华禅师。事情不远处看到一条青铁，而且代表禅宗心法的早起。相传西元5世纪有一位印度的高僧，第一三藏真谛法师对广东南海坐船来，对沿途到早起双手捧着这个溪水来啉感觉特别香甜美味为甚为惊奇就甲伊随行的徒弟讲这个溪水甲印度恒河的水无差别后来就劝那村民伫咧早起源头爱去宝林道场就是今仔日禅宗的大师南华禅师的精神来到了南华禅师行进咧山门四周围甲看看看到山门上的边下写着这早起两个大字感觉足亲切，而且深富禅机山门上的对联写着有领记
东山贩卖，做客开主是禅王啊，分明记载着讲，儒啦、佛啦、心法的用会甲禅用，真正足有迄个心印相传哦，禅学甲理学相辉映的奥义啊。当年哦，慧能伫咧发生时献出家相哦，开了一年的讲座啊，又去了导览时，匆匆而别的做客宝林寺啊。有意啊，回到了做客啊，重修宝林寺的庙有时啊，经俗1,000外人啊，浩浩荡荡啊，送大师到做客啊。来到了宝林后啊，发现旧有的宝林寺地啊伤小，慧能伊有时哦计划扩建殿宇啊。当伊哦争取向附近的地主陈阿仙发言的时阵，地主就问伊需要偌济土地啊？六祖就讲哦，脑前敢若要划1座区地，煞者便吼将迄个座区啊展开挖化，竟然覆盖了做客四境啊！这个时阵，四大天王现身啊，坐镇四方啊。地主阿仙啊，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显化，就真欢喜啊，答应讲要所献这个土地啊。开阔而且庄严了宝林道场啊，为了感念当年四大天王的显化，所以日后的大小禅师啊，拢有以四天王殿作为第一殿。意味着讲对伊的忠诚护法的一分的敬仰，而且四大天王啊，带伫迄个啥物烈火两房啊，却有即个风调雨顺，也意味着时常保佑众生啊。才望到了南华禅师啊，行入山门，对面来就是一个圆形的当年哦，才有一个即个恶龙出没。足鸟心林木啊，波浪汹涌啊！慧能也将伊收服到半中啊，为伊说法。恶龙将伊去降服脱骨而去啊！如今放生地的中去改建做一座形状足有古意的琉璃瓦的五香顶。经通过大雄宝殿来到藏经境界。藏经界藏经阁2楼的珍藏了几项宝物，对腰折。这是当年慧能大师初到乌北当禅师的时阵，互五祖派去刀房破查精密啊。伊为了增加体重爱增进迄个精密的效率所以就加照伫咧腰，所以这个石头叫做对腰折。这模样实在玲珑扎实啊，具有历史的意味。第二，一双六祖穿过东条的尾足奇特的，与今比较是真古典啦互人怀思啦。想要做歌戏咧穿的。第三，六祖慧能大师专用的色中啊，日后用来特色由印度传来33代的家私，就靠这个色中弄咧涂骹全应声而出即而成题的。定山之宝的灵照教塔，当年有放迄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舍利。西元722年一名叫做张静万的人因为受到韩国的征引金代比之托伊潜入塔内要夺下这六祖真身的头呢，要带回去韩国供养呢。好佳在无成功，敢若伤着迄阿妈君早有风范的切布夹迄宝的铁片。来到了最后一栋的殿宇就是南华禅师最重要一景六祖殿啊，简称祖殿。祖殿顶有100个花匾写着讲祖印中公意义足深重啊。六祖殿中有世界级的珍品，就是六祖的肉身菩萨全身舍利，已经历尽1300年永垂不朽啊！
这对修持经验者来讲是一项无上的鼓舞啊！咱面对一代圣德的肉身舍利啊，感动甲流目屎啊！数十年的敬仰之情啊，伫即个所在拢流露无遗啊！六祖殿中的另外2尊肉身舍利哦，倒手边是丹田法师，正手面是望山大师、寒山大师哦，拢是迄近代大师并列伫六祖两边啊，互人瞻仰礼拜，是其真勤修福慧的即个表现。国语憨山大师、丹田大师，中央是慧能大师，中即尊是慧能大师。读释传啊，至今仍然永传清铁，绵延不绝。所以得读释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要写对印度传来祖师信物加写所以就用伊手记迄个释中特进第2出传看看左右看看右刻，对即个往事津津乐道啊，拢烧正以江水来洗面净即个面啊。而且做客圣地，最令人敬仰甲感佩是献地地主陈阿仙，伊的祖先的墓到现在还阁徛南华寺共存共荣。不管市中有阁偌济增建拢爱保留即片的墓地，互人瞻仰。昨年暗，驶过山门的正手边咱要去参访古墓神庵，这便是单经内底所记载市立环境习惯文字的比丘尼无尽藏。伊的推荐使六祖到做客了非常受到尊敬，为了要感念这段因缘后人就建庵也纪念这位足有智慧的比丘尼啊。除了伫咧壁上强画一百石刻的变身的图另外有一尊铜塑的镀金的佛像接来咱要行往前山登上了佩兰石向这个圣石鞠躬示敬。当年慧能得到比丘尼无尽藏的推荐而且算法讲经讨9个多月不幸去东禅寺的和尚知影赶来放火烧山万幸的是六祖慧能在美入去前山的石棚中会当逃过一劫据说即块古石至今还阁留有大师辅佐的分页叫做佩兰石，这嘛足奇怪整座金山林木杂草遍野敢若即块古石尊理根基上古石是顶下2块石头组成的上下分别拢有一个孔足大的洞穴。顶面的洞穴迄个棚较拄好会当用心摄入的方式爱先一骹切入后骹搭随之咱成员纷纷拢去体会当年大师摄入去石中迄番的情景甲感受佩兰石的另外一面有一个拱形的天然洞穴位置足适合要家父二族。咱轮番去体验当年慧能大师是安怎打造的一番的情景毋过单经内底讲石上留有慧能大师辅佐册文甲医部之文
也许啊1000多年来啊受风化作用哦，已经无像这无遮尔明显啊，堪为一憾啦，殊为一憾吼，遗憾啦吼。即马个地图看迄字写南平迄个潮州大凡寺，弘法大讲堂啊，潮州大凡寺，今清改称大监寺，这里做客所有西边20公里左右。大监寺挥别了宝林道场，咱来到韶关市区的大监寺。迄所谓的名做做大监寺，是因为六祖儿翻集了后，去互东宪宗招设为大监禅师的缘故。根据单经的记载当年迄个潮州府的刺史韦奇，为了互更加侪有缘的信众会当听闻佛法开大智慧亲心去到山内请六祖慧能大师来到这个离南华市差不多20公里人口较侪韶关市区大凡寺为大众开言说法这次的大法会内容经过地主整理变成单经内底几篇重要的章节好第2品为大凡寺伫咧昔日已经有可用千人的大寺规模之大，不难想象这寺内的部分的土地去塑胶工厂占用所原有的面积大为缩水如今大监寺的建筑只好因地制宜往高空发展就是起关楼这相片六祖慧能大师性质顺利，咱行完了这遮性质顺利，好亲像洗净了珍惜的珍爱。六祖慧能大师的形影家其伟大特质时常萦绕伫咧脑际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南华寺禅师内底左印中宫这番变所互咱的启示甲震撼左印代表着心法的听证成团甲当下的正悟，中宫就是伫咧确认大道佛法的宝贵。肯定主人翁的光辉了后会进一步会当发扬这个祖经，透过大善知识的指引互咱的自信会当点露着光芒，顺其本来有的，去掉本来无的，当下即是。但愿六祖性质的启示会当成为世人成就佛道的无上助缘互这类的心法传承的千古奇葩，来伫咧人人修行的道场上成为永远的指尖愿有各位大善知识共勉之。台南市伊管道的道亲去参访录影做影片 DVD， 制作华美目镜公司制作人陈金华可能是咧做影片导演撰稿梦莹就是何老师发行的天故书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2段179号，梦莹何老师著作足侪咱道中咧用的册，六祖先天解、六祖单经先天解，应该是梦莹老师所做的。